你有冇試過行過一塊寫住油漆未乾請勿觸碰嘅告示牌，然後手指突然之間好似有自己嘅意志咁，開始蠢蠢欲動想去拖一拖。你明知會黐到，但係嗰股衝動就係壓唔住。更好笑嘅係，你唔係唔識得睇字，你完全明白後果係乜，但你個腦就係唔理你。呢一刻你以為係你喺做決定，但其實係你個腦喺控制你。呢個細節係解開一個困擾心理學家超過半個世紀嘅謎題嘅鎖匙。點解人類偏偏對被禁止嘅嘢更加渴望？點解越係有人叫你唔好做，你就越想做？係衝動，係反叛，定係背後有一個更深層、更原始、你完全察覺唔到嘅機制喺運作？大部分人嘅第一個反應係咁，係因為好奇心咯。但係呢個答案係錯嘅。好奇心解釋唔到點解一個成年人明知會有損失，仲要去做。好奇心解釋唔到點解政府越係禁某樣嘢，市場需求就越係爆上去。好奇心更加解釋唔到點解一段感情越係有人反對，兩個人就越係緊緊地黐埋一齊。呢度涉及嘅係一個比好奇心古老幾萬年嘅生存機制，係你個腦對失去控制嘅一種原始恐慌反應。1966年，美國心理學家 Jack Braham 提出咗一個理論，叫做心理抗拒。佢嘅核心論點係人類有一種天生嘅根深蒂固嘅需求，就係保護自己嘅自由選擇。當一個外部力量嘗試剝奪或者限制你某一種選擇，你個腦唔係只係感到不滿，係直接將呢件事判定為威脅，係威脅，唔係不便。呢個分別至關重要，因為當個腦感受到威脅，啟動嘅係同打交逃跑一樣嘅神經系統，唔係理性分析系統。你以為你係喺思考要唔要去觸碰嗰塊告示牌，但你個腦已經喺備戰模式。Braham 做過一個簡單但係非常殘忍嘅實驗，佢攞咗一班2歲細路，俾佢哋2件一模一樣嘅玩具，然後用一塊透明嘅玻璃板將其中一件玩具擋住，完全透明，細路完全睇到，但係攞唔到。你估嗰班細路點做？佢哋唔係走去攞近在眼前隨手可得嘅嗰件，係全部人都死命撲向玻璃板後邊嗰件。2件嘢係一模一樣，唯一嘅分別係有一件唔俾攞，係呢個唔俾本身令到嗰件玩具喺細路眼中變成咗全世界最珍貴嘅東西。你話係唔係好笑？唔好笑，因為如果你誠實咁睇翻你自己嘅成年生活，你會發現你同嗰班2歲細路分別唔大。而家我哋要落深一層，為乜嗰班細路，甚至乜嗰班成年人係呢樣咁本能嘅反應？你話係文化影響？唔係。你話係教育問題？唔係，係因為呢個機制刻喺你嘅基因入邊，係幾萬年人類進化出嚟嘅一個生存策略。喺史前時代，資源唔係無限嘅，食物、水源、領地全部都係稀缺嘅。如果你身邊嘅資源突然之間變成唔可以攞，或者有人嘗試阻止你接觸某件嘢，呢個喺原始環境入邊幾乎一定係代表有競爭者想獨佔嗰樣嘢，或者嗰樣嘢即將消失。喺呢個邏輯下，一個感受到限制就立即變得更加渴望嘅個體，比一個感受到限制就接受放棄嘅個體有更高嘅生存機率。你個腦學識咗一個簡單嘅公式，被擋住等於更加珍貴，被阻止等於更加緊迫。幾萬年後嘅你生喺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但你個腦仲係用同一條公式在運作。你覺得呢個機制係喺把路運作嘅，唔係喺你嘅意識層面，係喺你意識唔到嘅地方。當你面對一個限制，你個腦嘅杏仁核係負責處理威脅同情緒反應嘅部分，會喺意識思維反應之前已經先一步啟動。神經科學家嘅實驗顯示，人喺接收到一個帶有限制意味嘅刺激之後，杏仁核嘅反應時間係0.1秒級別，但係你嘅理性思維，你嘅前額葉皮質要開始運作，需要大概0.3到0.5秒。呢個差距唔大，但係已經足夠你嘅情緒系統喺你意識到之前，已經喺你身體製造咗一種緊繃感，一種躁動，一種說不清楚嘅想要。你以為係你喺想要，但係嗰個想要係你個杏仁核喺事前送俾你個意識嘅一份禮物，而你個意識根本唔知道點解。但係等等，呢度仲有一樣嘢，你可能從未諗過，你個腦係點樣決定一件嘢珍唔珍貴？唔係靠客觀分析，係靠快捷方式。心理學嘅研究揭示咗一個叫做稀缺性捷思嘅認知偏誤。簡單講就係你個腦有一條非常原始嘅預設程序，就係難以獲得等於值錢。呢條程序係咁有效率，
以至於你根本唔需要去評估嗰件嘢本身有幾好，只要嗰件嘢係難攞得到，你個腦自動就會幫佢加分。而被禁止係呢個星球上令嘢顯得難攞得到嘅最快方式，唔係因為嗰件嘢真係好，係因為你個腦話你聽佢好。兩者係唔同嘅，但係你嘅感受告訴你係一樣嘅。你諗下電影史上嘅例子，一部電影上映反應一般，然後有個組織話要禁播，話內容不雅，結果票房直接爆炸，人龍由戲院門口排到街尾。啲人唔係因為睇過先知道好睇，係因為有人唔想我睇，令佢哋覺得嗰部電影一定有啲特別嘢。真相係嗰部戲好唔好睇冇人知，但係禁播嘅動作本身喺觀眾腦海入邊已經製造咗一個虛假嘅珍稀信號，係禁令本身喺做市場推廣，唔係嗰部電影。好，我哋而家知道兩樣嘢：第一，你個腦天生將限制解讀為威脅；第二，限制令嘢顯得更加珍貴。但係仲有第三個機制，呢個係最陰險嘅一個，係大部分人從未意識到嘅一個，係關於失去嘅。行為經濟學有一個經典研究發現啊，人類對損失嘅痛苦係對同等收益嘅快樂嘅大概2倍。呢個叫做損失規避。你贏咗100蚊係開心嘅，但你輸咗100蚊係痛苦程度係贏錢嘅2倍。呢個你可能已經聽過，但係點解呢個同禁令有關呢？關係喺呢度。當一個選擇原本喺你手上，然後突然間有人話你唔可以再揀嗰個，你個腦嘅自動反應唔係咁就算咯，係我失去咗一個選擇，係損失，係痛苦。即使嗰個選擇你原本根本冇打算去用，你根本係冇興趣嘅，但係禁令嘅出現令你個腦突然登記到我正在失去一啲東西，而損失規避機制立即啟動，製造出一種唔成比例嘅痛苦感，迫使你想要把失去嘅拿返嚟。你有冇試玩某樣你本來毫無興趣嘅嘢，但係人話唔俾你玩，你突然之間就開始想玩？唔係你改變咗主意，係你個腦將冇得玩登記為損失。而損失嘅感覺驅動咗你去追求本來你根本唔 care 嘅東西。你唔係喜歡嗰樣嘢，你係唔喜歡失去，但你嘅感受係一樣嘅。而係最殘忍嘅地方喺後邊，你個腦唔單止係因為限制而想要某樣嘢，佢仲會喺你嘗試唔去想呢件嘢嘅過程中，令你更加諗住佢。心理學家 Daniel Wagner 做過一個相當出名嘅實驗，佢叫受試者喺接下嚟嘅5分鐘內，不管諗乜嘢都好，唔好諗白熊。唔好諗白熊，你猜結果係點？每隔大概30秒，受試者就會諗起白熊，而且頻率係冇得到任何禁止指示嘅，對照組嘅差唔多2倍。點解？因為當你個腦接到唔好諗 X 嘅指令，佢會啟動一個監察系統去確認你係唔係真係冇諗 X。而呢個監察系統嘅工作方式就係不斷去 check X 係咪仲喺呢？係確認 X 唔喺，係確認 X 唔喺，係確認 X 唔喺。結果係 X 被重複召喚嚟到你嘅意識入邊，比你完全唔試圖禁止自己嘅時候更加頻繁。所以你嘗試壓制嘅嘢，反而變得更加顯眼、更加在場、更加揮之不去。你個腦對呢件事嘅熟悉度大增，而認知心理學告訴我哋，熟悉程度咧係同重要性同吸引力直接掛鈎嘅。呢個係另一個認知偏誤，叫做可得性設施。一件事越係頻繁出現喺你腦海，你就越係容易高估佢嘅重要性。你以為自己係因為嗰件嘢本身吸引而念念不忘，但係你係因為你自己嘗試唔去諗佢，反而令佢不斷出現。然後你個腦話你呢件嘢一定好重要，因為我成日都諗住佢，係一個完全自我製造嘅循環，而你完全唔知道自己係循環入邊。我哋而家已經識別咗3個層次：心理抗拒機制製造衝動，稀缺性設施放大，渴望損失規避加劇痛苦，白熊效應鎖住注意力，可得性設施扭曲判斷。但你可能會問，係咪所有嘅禁令都係咁？係咪越禁越想要係一條完美嘅定律？唔係，喺度先係關鍵所在。有一種情況，心理抗拒機制會立即失效，唔係因為你嘅意志力突然增強，係因為你個腦接收到嘅信號完全唔同。當一個禁令帶嚟嘅後果係直接影響你嘅生存，你個杏仁核啟動嘅唔係反抗程序，係逃避程序。高壓電觸碰即死呢塊告示牌，幾乎冇人會想去試，唔係因為大家突然變得理性，係因為死亡威脅係比失去自主感更加原始、更加強烈嘅信號。兩個系統係唔喺同一個層次競爭，你個腦嘅優先排序係先保命，其次先係保自主感。當生存威脅足夠真實、足夠即時，抗拒機制會自動讓路。但係呢度有一個極其微妙嘅邊界，後果要係直接同確定先有效。
唔係模糊嘅、遙遠嘅。食太多糖會有健康問題唔夠，因為後果係漸進嘅，係若干年後嘅事。你個腦嘅折現率極高，遙遠嘅損失嘅感知重量遠遠低於即時嘅損失。而家打開呢個門，電流會即刻穿過你身體，就唔同係咪即時，係咪確定，係咪嚴重，決定咗你個腦係進入反抗模式定係服從模式。大量嘅健康禁令失效，唔係因為人們唔知道要戒煙、要少飲酒、要少食加工食品，係因為後果係30年後嘅肺癌，而即時嘅滿足係而家呢一秒。個腦嘅計算係嚴重傾側向後者嘅。公共政策嘅制定者唔明呢個機制，所以佢哋一次又一次係用警告去代替架構改變，然後一次又一次失敗。第二個令心理抗拒機制大幅衰減嘅因素係禁令嘅來源。唔係所有㗎，唔俾你做都係一樣㗎。當禁令嚟自一個你真心信任嘅，你認為係真正為你好嘅專家，抗拒感係會顯著降低嘅。你嘅私家醫生係一個跟進你健康10年、了解你所有病史嘅人，話你必須完全戒糖，否則你嘅腎臟好可能撐唔過3年。你嘅反應同陌生人喺網上話你唔好食糖唔健康嘅反應係根本係唔同層次嘅事，係因為你個腦喺評估限制嘅時候，同時喺評估呢個限制係為我好定係為控制我。當答案係前者，係真實嘅、可信嘅，抗拒機制嘅啟動強度會降低。問題係可信度係建立係長期關係同真實專業上面嘅，唔係靠頭銜，唔係靠口號，唔係靠聲量。而家好多機構嘗試用我係專家，所以你要聽去代替我係真係了解你，所以你可以信我。兩者係完全唔同㗎，個腦分辨得到。第三個例外係最多人忽略嘅，一個係文化結構。心理抗拒並唔係喺所有人身上以同等強度出現嘅。大量跨文化研究顯示，喺強調個人自由、個人主義嘅文化環境下長大嘅人，心理抗拒嘅反應係更加強烈嘅。而喺集體主義文化，即係強調群體和諧、社會責任優先於個人意願嘅文化環境下，同樣嘅限制所觸發嘅抗拒感係明顯較低。喺個腦底層程序唔同，唔係程序嘅激活門檻唔同。係文化塑造咗你對被限制嘅詮釋框架，你係將佢讀取為我嘅自由被威脅，定係讀取為呢係社群合理嘅期望？唔同嘅詮釋框架產生唔同程度嘅神經反應，所以同一條規定可以喺唔同地方得到完全相反嘅效果。唔係因為規定本身唔同，係因為接收者嘅認知基底唔同。明白咗例外之後，我哋要問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如果你係喺呢個機制嘅另一邊，如果你係想要影響人嘅行為嘅一方，你會點做？喺度嘢就變得非常唔舒服，因為一旦你明白心理抗拒係點樣運作，你就會開始喺你四周嘅每一樣嘢度見到佢被刻意利用，係見到唔係以為。行銷係第一個你要睇清楚嘅戰場。限時優惠，今日最後一日係稀缺性哲思家損失規避嘅組合技，令你個腦登記我將要失去購買嘅機會，觸發你去做一個你本來完全冇計劃做嘅決定。只限會員，非會員冇法查看，係心理抗拒機制嘅直接激活，令非會員突然之間對嗰個內容產生超出理性比例嘅好奇心。售罄中，補貨日期未定，係人工製造嘅稀缺感。無論係真係冇貨定係營銷策略，你個腦接收到嘅神經信號係一樣嘅。你唔係因為嗰件嘢好而想要，係因為快冇呢，令你個腦喺評分系統入邊自動幫佢加分。更加精密嘅做法係唔明顯地用禁止，而係用門檻咁去製造同樣嘅效果。私人會所、邀請制社群、審核制平台，全部都係喺利用同一個機制。唔係話你唔可以入，係話你要符合某啲條件先可以入。個腦接收到嘅感受係一樣嘅。有人管住我嘅入場資格，抗拒機制啟動，渴望感上升。而入場之後嘅真實體驗係好係壞係次要嘅，入場前嘅渴望係真實同強烈嘅。佢哋賣嘅唔係嗰個服務，係被選中進入嘅感覺，係擺脫限制嘅滿足感。你以為你係因為嗰個地方好而想入，但其實係有人唔想讓你入，驅動咗你嘅慾望。社交媒體嘅演算法係另一個你需要睇穿嘅機制。爭議性內容之所以比溫和內容得到更多傳播，唔純粹係因為人中意衝突，係因為爭議性內容往往帶有一種隱性嘅限制感，係有人唔想你知道呢樣嘢，係有人試圖封殺呢個聲音。
呢類敘事係刻意構建嘅，係直接激活你嘅心理抗拒機制，令你唔係理性評估內容係咪真實，而係情緒化地想要衝破封鎖，去分享、去傳播。你以為你係喺捍衛真相，但你個腦其實係喺捍衛唔俾我知，觸發嘅自主感。真相係唔係？真相係另一回事。你嘅情緒反應係真實嘅。政治動員係呢個機制最大規模嘅應用場域。我哋嘅聲音被壓制，主流唔想你知道呢個事實，佢哋唔想我哋醒覺。呢類敘事幾乎喺每一種政治光譜都出現過，原因係佢非常有效，唔係因為內容一定係真，係因為有人限制你嘅知情權呢個框架，比任何具體論點都更加快速地啟動你嘅神經抗拒反應。你唔係喺評估一個政策好唔好，你係喺抵抗一個你感受到嘗試控制你嘅力量。兩件事係唔同嘅，但你嘅感受話你係一樣嘅，係最難接受嘅部分嚟啦，係一個自己。你有冇試過喺一段關係入邊，越係感受到對方嘗試控制你做乜唔好做乜，你就越係想做嗰件佢唔想你做嘅事？唔係因為嗰件事本身吸引，係因為唔俾你做，觸發咗你嘅抗拒機制，係你個腦喺保護你嘅自主感，唔係你喺表達喜好，而係你可能因此做出咗一個完全唔符合你真實意願嘅決定，只係因為有人講到唔好。你有幾多個決定係喺呢個模式下做出嚟嘅？如果你誠實地回睇，你可能會發現答案令你唔舒服。另外一邊，你有冇試過想改變身邊一個人嘅習慣，係用你唔可以再咁做，然後對方不但冇停止，反而做得更加起勁？係你觀察正確，係唔係你嘅說話方式出咗問題？當你用禁止嘅語言，你唔係喺傳遞信息，係喺激活對方嘅杏仁核，對方接收到嘅唔係你嘅理由，係有人想控制我嘅威脅信號。之後你講咩，佢都係喺防衛狀態入邊聽，係聽唔入耳嘅。唔係因為你嘅理由唔好，係因為神經系統入邊嘅順序決定咗情緒永遠先於理性到達。你嘅說服根本未開始，佢嘅防衛已經結束。所以如果你嘗試改變人，係用禁止得唔到你想要嘅結果，係用架構，係提供選擇，而唔係封閉選擇，係你可以選擇 A 或者選擇 B， 而唔係你唔可以做 C。個腦需要嘅唔係服從嘅對象，係自主感嘅幻覺，係你要設計出一個環境，令對方喺感覺係自己做決定嘅同時，其實係你設計嘅選項範圍內做決定。呢個係行為科學家所講嘅選擇架構，係個腦嘅運作規律，決定咗呢個方法有效，唔係因為係操控，係因為係符合神經系統嘅語言嘅。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分野要講清楚，提供選擇唔係欺騙，係用一種個腦處理得到嘅語言去達到你真正想要嘅效果，而利用呢個機制去推銷你明知對對方有害嘅東西係另一回事。兩者都係利用緊同一個機制，但係後者係喺消耗對方嘅自主感去逃離自己，唔係幫助對方。你識得分辨係因為你而家知道個機制係點樣運作，所以你識得問係咪有人喺用呢個機制操控我，佢嘅目的係幫我定係利用我？呢個問題係你喺明白呢個機制之後送俾自己嘅最重要嘅工具。當你而家行過一塊油漆未乾嘅告示牌，你開始感受到手指蠢蠢欲動，你係識得喺呢一刻暫停嘅，唔係壓制，唔係用力叫自己唔好諗，係暫停，係喺嗰個衝動出現嘅同時問自己前額葉皮質一個問題：我係真係想碰，定係因為嗰塊牌叫我唔好碰，所以我想碰？兩件事係唔同嘅，但係你嘅感受係一樣嘅。分辨得到兩者嘅分別係你個腦入邊最重要嘅其中一個能力，唔係因為你要成為一個服從規則嘅人，係因為你唔想喺個衝動背後其實係有人設計好等你跌落去嘅陷阱。你想食一樣係努力戒緊嘅嘢，試下問自己，係我真係想要呢樣嘢，定係戒唔食呢件事本身令我更加想？你見到一個限量版今日最後嘅廣告，想起要買，試下問自己，係我需要呢樣嘢，定係快冇呢？呢個框架製造咗我嘅需求。你喺一場討論入邊感受到強烈衝動，想要反駁某個立場，試下問自己，係我係有實質理由唔同意，定係對方嘅語氣令我感受到被挑戰，所以我想反駁？三個問題係同一個機制嘅三種面孔，都係被限制感，觸發咗一個你以為係你自己嘅慾望或者判斷，而係事實上呢個慾望或者判斷係嚟自嗰個幾萬年前嘅生存程序，唔係嚟自你嘅真實需求。人類演化出呢個機制係有原因嘅，係幫助過我哋嘅祖先喺資源被剝奪嘅環境下生存，係無罪嘅。
係聰明嘅設計。問題係呢個設計係為一個已經消失咗嘅世界而設計，係而家嘅世界，係你嘅職場決定，係你嘅消費選擇，係你嘅人際關係，係你每一日睇到嘅資訊，全部都可以觸發同一個程序。但係後果唔係幫你搶到食物，係令你做出一個唔符合你真實利益嘅決定，同時仲覺得係你自己主動揀嘅。睇穿呢個機制，唔係叫你麻木，唔係叫你停止一切慾望，係叫你識得問一個問題：呢個衝動係我嘅，定係設計出嚟等我跌落去嘅？你而家可以回想下你生命中一個令你後悔嘅決定，係咪喺呢個模式下發生嘅？係咪有人用過禁止嘅語言觸發咗你去做一件你其實根本係唔想做嘅事？如果有，唔係你嘅錯，係你而家第一次睇清楚咗係點樣發生。